是2024年，虽然讲离这个2026年要2冬，不过即马才是县市长这个备选的备战期啦。要拼连任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呢，今日特别出席这个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新春团拜，人气真悬。咱知影，这个出现就真侪这个家庭主妇呢，会热情这个迎接。要不对到后一届选情有可能，佫变成有三下赌的局面。市党部的主意就讲，地方的选民只希望讲，这个南北之间会使赶紧切合利，避免讲又佫变成南北合作第二届破局。这节男好真济太太阿姨欢喜勃勃，蒋万安的争气也是请假抓袂掉。汉尼参加南亚台北市党部新春团拜，敢若嘛是为着2026要拼连任，来和党员有紧关系。台北市政府在过去这1年，我们也战战兢兢，致力把台北市打造成为安全之都、运动之都，大家都是台北队。好不好？好，一起加油！借机会向市民报告成绩，因为后一届真有可能会再出现三卡都的战局，有执政优势，都无想要过遐尼紧张。你要再跟黄珊珊对决一次，有信心扮演割草机吗？三卡都有信心吗？谢谢大家。得票率目标应该要多少？没有过半应该不能算赢。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！毕竟顶摆摕下4成的得票率，离过半也有1点距离，爱搁拍拼。为总统大选来看，南北合已经无啥可能。台北市即卖也加做王珊珊的执政区。地方的声音当然是希望两党两早切合清气。现在目前是各党各自努力嘛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会持续受到民众的爱戴跟支持的，所以在市长的选举这边应该是没有蓝白合的问题。为前改选，国民党家己战到底。另外这边历年立委吴思瑶嘛去互点名，严过顶一届市长的选举，伊捌点过但市长竞选阵营。对选民来讲，恐惊会感觉因牵连上深。其他的部分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想太多。我也不想当政治暴发户，我们还是一步一脚印，好好做代志。局势变数要真大，先好好做代志，碰出政绩，再来讲选举较简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